香港樂壇小天后炎明熹自從舊年約滿 TVB 後，佢嘅動向一直受到大家關注。1月7號，佢喺黃埔舉行新歌發佈會，正式宣布重磅消息，加盟 Sony Music 大中華區，成為蕭敬騰、林奕匡同埋陳柏宇等人嘅師妹。佢音樂事業邁向國際化階段。今次合作形式幾特別。Sony Music 大中華區係同炎明熹個人工作室，然後工作室合作。公司 CEO 陳國威親身到場，佢透露自舊年簽咗蕭敬騰後，就一直物色有實力嘅歌手，非常欣賞 Gigi 嘅唱功同實力，所以極力遊說佢加盟。佢仲喺台上笑住叫佢炎老闆。炎明熹喺活動上感性發言，多謝公司同粉絲嘅支持。佢形容今次加盟就好似翻開一本新嘅旅遊手冊，希望同大家一齊記錄美好回憶。值得一提，舊公司 TVB 冇派人到場，同新東家嘅高調支持形成鮮明對比。回顧過去1年，炎明熹自從開咗工作室就積極鋪路，除咗參與音樂劇《平安夜》，佢仲喺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個人演唱會。雖然曾經因為合約問題影響演藝工作，但佢喺舊年2月就成立咗自己嘅公司，獨攬所有股份，展現咗年輕藝人少有嘅驅劃能力同埋事業野心。簽約國際唱片公司，炎明熹將會獲得中國內地、香港同台灣3地嘅資源，佢嘅音樂旅程即將展開更廣闊嘅一頁。